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赏赐，互阮领受你的恩典，求上帝帮咱，互阮听见你的声，知你的话语，并且会当好好行出来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当保罗咧讲，遐照恩典受拣选，凭信心称义的少数人，这其实就是顶礼拜佩斯牧师伫遮所讲的，即群人会得到上帝的恩典，所以刷落来会开始问啊，这就是今仔日即节刷落去所要问的代志。罗马书11章11节，做伙来，这当然是保罗的问吼，总是检查咱嘛安尼问吼，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安尼，我要讲，以色列人倒落去，剑拢爬袂起来，一定袂安尼。颠倒，因为因会继续拯救临到外邦人，来激起以色列人的怨妒。好，遐少数人受拣选的少数人，得到上帝恩典，得到啊，因承接上帝的产业。啊，那安尼犹太人呢？犹太人要安怎？以色列人要安怎？换一句话来讲，以色列人拒绝接受主耶稣是基督，因会打错，互因伫上帝的审判内底受毁灭吗？这是头前的问法，倒落去，因的打错会互因毁灭吗？保罗的答案叫做绝对袂。保罗认为上帝互以色列拒绝福音第一站的目的，就叫做互拯救临到外邦人。咱有读对啊？第二站的目的，就是要惹犹太人的嫉妒。咱来知影，这是申命记32章31节的后壁所讲的。上帝话是安尼讲哦，讲我就用毋正民族的人民激因怨妒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保罗是引用托拉本来就有出现的话语来讲这项代志，要激因怨妒。当以色列人看到其他的人领受上帝的怜悯加良善了后，因就法度明白因失去啥，然后就有激因怨妒的心。罗马书第11章12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既然以色列人会继续会互世间人得到丰富的祝福，因的失败会互外邦人得到丰富的祝福，何况以色列人若全数得到救，迄个祝福将会阁较丰富。所以，这叫做一种文学的形式。文学的形式就是用水来看大。换一句话来讲，本来是少数人得到福音了，总是这少数人嘛会引起别人的怨妒，得到互更较侪人得到祝福。听有意思，用水来看大的文学方式。假使啦，因为犹太人的欠缺，因安尼就正做世界甲外邦人的祝福。那安尼因的丰满，这叫做和合本的翻译。现代台语也本是翻做丰富的祝福。原文应该叫做有一个一开始的意思叫做补足啊，补足，总是刷落去更较多的意思叫做更较多是叫做完成。听有意思吼，更较会当完成，更较会当圆满，无欠缺的状态。所以保罗咧讲，虽然这摆多数的以色列人也未信福音，总是未来以色列若接受福音就会完成。
就会补足接近圆满。所以这丰满的意思是安尼吼。罗马书在1章13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现在我对恁外邦人讲，既然我是外邦人的使徒，我看我的这份做阳光，伫保罗的书信内底，只有伫这个所在才有出现，伊称家己的这份叫做外邦人的使徒，只有伫遮。所以只有伫罗马书1章的13节才出现。啊，原因是啥物货？伊要解说啥物货？所以克莱菲德这位新约的学者，伊认为第二句原文翻译做这个第二句的原文，咱伫遮来翻译做寄人，总是这个寄人应该翻译做下面要讲的，甲恁想的倒变。下面要讲的，甲恁想的倒变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保罗要表达一项代志，伊的宣告虽然转向外邦人，可能嘛会互人误解讲，伊嘛转离遐毋信的以色列人。总是保罗要讲毋对，恁想毋对啊。罗马书1章14节，刷落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安尼，通激起我的同胞的怨妒，来救因中间一寡人。所以保罗要做外邦人的使徒，有一个真深的目的。迄个真深的目的，就是要互伊的同胞来得到救，得到上帝的拯救。近代意大利的神学家阿冈本认为，弥赛亚的来临要显出少数人的要紧。这个少数人其实伫圣经内底有，伫旧约内底特别出现的时阵，是迄个村落来的人的意思。所以伊讲，这个村落来的人得到救，会互整个整体来得到稳定。这毋是保罗家己创造的，这其实是对先知的传统来复兴这个概念。先知对以色列讲话时阵，就捌安尼讲。以赛亚书第10章21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雅各的后代所存的人，会倒转去大关联的上帝遐，有读到迄个所存的人无？就是村落的人，这是咧对遐受掠的百姓所讲的。受掠的百姓，因某一个部分知影，因是所村落来的人，因爱在伫家己的情境内底爱反悔认罪。所以，因是所村落来少数人，所以同款的话嘛出现伫无同款的先知的嘴，就亲像米迦书所讲的：“我要互卡拜的成做所村的子民。”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恁过去看做歹，其实。上帝早就伫先知的册内底安尼讲过，甚至伫阿摩书第5章15节，上帝话嘛安尼讲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着万分歹意爱好，伫城门口主持公道，安尼检采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会施恩互约瑟家村的子孙，有读到无？村落来。所以，这个村落来渔民的这个概念，其实早就伫旧约内底真清楚来显明，只不过到保罗的时阵，重新将伊个显出来。保罗认为，信徒虽然少数，却会当扮演上帝救恩的历史内底关键的角色。
罗马书11章15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伊说同胞受气杀，拿维护世间人甲上帝阁和好，因阁受接纳减，毋是亲像人对死阁活嘛。所以同款哦，这是对水看大的方式，文学形式。犹太人、以色列人虽然暂时受气杀，却因为受气杀，却互世间人甲上帝和好。那安尼，以色列人接纳福音甲基督，就会那亲像对死来个活。罗马书11章16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头一块面丸，那性别归乎上帝，规绳嘛拢为安尼。树根那性别归乎上帝，基嘛拢为安尼。原文第一句话应该是讲，那迄个粗俗的，拄色的是性格的，规绳规团嘛是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保罗是引用民数记15章17节到21节，以及利未记23章14节来讲一项代志。伊咧讲，当拄色的麦仔献祭了后，迄季所产生所出产的麦仔，也拢会互人看做是圣洁，会当来食。所以历来真侪人咧讨论即个菌啊，树菌。树菌是啥物货？真侪人讨论，在新加有真侪讨论，我无要直接并起来讲话。有一个初代教父叫做厄里根，伊认为君叫做基督，基叫做教会，总是若藏伫即节内底无啥合，伫即个文章内底其实无啥合即个意思。所以近代新学家是更较认为保罗伫遮所记的君，迄个树君，树君是指伫亚伯拉罕的约下面的以色列人，以及对伊来出有血缘甲无血缘的后代。就亲像保罗伫罗马书11章第7节所讲的。遐少数人，迄个君，信仰的君。所以咱来读罗马书第11章的第7节，咱做下读来。以色列人无得到因地对找的，只有上帝所拣选的少数人有得到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这群是少数上帝拣选的人，因是信心的后代。所以，这群就是树君，对树君来生出基。罗马书11章17节，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人甲咱树基建起来，将恁遮的野生的咱树基接落去，来接受共迄丛树君的营养分。虽然历代拢有人咧批评保罗讲，伊毋知影啥物货叫做正直，因为伫地中海一带咧正直，敢咱树袂当安尼种，听有意思吼，袂当安尼接起去啊吼。所以历代拢有真侪人咧批评，总是其实保罗只是伫遮用栽种做譬如。当然，保罗因为伊是都市人，所以伊毋知影安怎正直，这是真自然的。外邦基督徒，伊安尼譬如讲，外邦基督徒就亲像野生的橄榄树的接枝，伊也诚做这个橄榄树培接的分享者。罗马书11章18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恁就毋通对种起来的树枝
夸口，恁若要夸口，就知，毋是阮在瓦克恁，是恁在瓦克阮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保罗咧警告外邦的基督徒袂使藐视这犹太人。外邦基督徒无度改变的是，伊有这个属灵的特权，是对以色列人这个属灵的君王来。罗马书11章19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你检采要讲，这个手机加起来是要甲我接落去。虽然因为以色列的欠缺，才互咱承接上帝的恩典，总是这却毋是要互咱有迄个自我中心，掠做我上高这款的心态。罗马书11章20节，保罗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对，你因毋信，才受整起来；你对信，才徛会牢。你毋通骄傲，着惊吓。信心其实就是决定性的原因，其实就伫这个所在。信心才做一个受拣选、得到上帝恩典的人，一个决定性的原因。卡尔巴特是安尼写，伊讲这叫做选民的标准。选民的标准，毋是咧考虑家己伫上帝国的地位，安尼真危险。选民的标准，毋是将家己甲别人做伙比较，安尼真危险。选民的标准，毋是对家己是啥物人真有把握，安尼嘛真危险。咱不如的完全交互上帝。这卡尔巴特伊所写，咱会知影，伫信的内底徛会条，只有用尊敬畏、警戒加谦卑的心，其他的其实咱拢徛无啥会条。罗马书11章21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因为上帝若无留原来手机，嘛无一定会留你。原本是犹太人是迄个照天性的机，以色列人是信心立做血缘的后代，因是照主人的法则生出来。因为毋信，才互人整起来。所以外邦的基督徒嘛，无应该真得意，想讲我信上帝就接到基。那安尼，那对信心来对了，上帝绝对嘛袂留咱。罗马书11章22节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所以，着在上帝的慈爱甲严苛，对倒的人，伊真严苛。毋过，你若继续挖靠伊的慈爱，伊就用慈爱对待你；若无，你嘛会受震荡，失去伊的慈爱。第一句，克兰菲德这位信仰学者翻译做。所以你爱思想上帝的恩慈甲严苛。保罗对咱讲，不管是外邦的基督徒，也是毋信的以色列人，拢彰显上帝圣洁甲信实的义。伊是仁慈甲严苛的上帝，所以要承受伊的恩典，唯一的条件。就是用信心久长带伫因内面。罗马书11章23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以色列人若毋是坚持毋信，就会受接转去，因为上帝会当搁甲因接转去。
原文是这个鸡嘛共款啦，因毋是住伫迄个毋信的内底。当以色列人无搁拒绝基督的福音，愿意相信委身伫基督，上帝真自然就会将因接转来。所以罗马书11章24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文，做伙来读来。恁才对野生的敢若树展起来的树枝，上帝都会当违反自然，甲恁接伫好的敢若树，遐个原来的树枝剑袂过较应该接转去嘛？卡巴特对这段经文其实有真准确的回应。伊安尼写，伊讲弃杀毋是上尾的决定，弃杀共款，甲上帝和好嘛毋是。什么会伫弃杀的迄边来听候呢？其实是接纳，是充满可能的上帝对人无可能的接纳。卡巴特搁较警告，遐宣告家己有上帝救恩的教会甲基督徒爱真细致。因为保罗是对遐内心骄傲甲自信的人讲话，一旦咱夸口家己为上帝做啥，一旦咱夸口家己的教会有爆炸性的成长，遐成就的时，上帝讲要弃杀你就弃杀你。那安尼随时会受弃杀，入去到历史的粪扫桶内底。伊搁较提醒咱，什么会叫做听上帝？听上帝的本源是敬畏上帝，只有敬畏，才构成人物的起点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伊讲信仰毋是人会当展互人看，会当骄傲伫上帝甲世间人安尼夸口的。上帝会伫什么时阵、什么所在来彰显伊的仁慈，搁伫什么时阵、什么所在要显出伊的严苛，只有伊才会当决定。加尔文咧描述这段经文的时阵，伊是安尼写，伊讲。受赠落来，是要经过遐个照着上帝拣选的来甲性命毋忘连接的人，这个经过会互因谦卑落来。这个话嘛是对遐个错误夸口已经取代犹太人地位的人讲的。这个话嘛是对遐个名义上属基督的人所讲的。上帝虽然严苛，伊会刑罚伊的百姓的毋信，总是袂捌放袂记即伊的怜悯。咱来知影罗马书第9章到第11章这段经文，对历史的角度来看，其实影响真深。咱来知影基督教后来成做罗马帝国的国教。对迄时开始，教会就对迄个原本受迫害者反转成做迫害人的教会。当教会家己掠做我是神圣，袂当侵犯，袂当挑战，号称除教会以外别的所在无拯救的时阵，就会自得感觉家己真厉害。是上帝拣选的，那安尼就危险啊！当家己搁掌握着这个世间至权无上的权力，这跟他亲像魔界，地点魔界会当凊彩伊，教会就会家己出手来审判，毋愿听候上帝甲伊的时间。因为安尼，伫欧美的社会，久长以来，大概
大概是2000年来，就造成一种叫做反犹太主义的历史悲剧。对罗马帝国的时阵，教会就开始变做安尼。然后十字军15世纪西班牙对犹太人的迫害，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的纳粹，佮造成600万犹太人的过身，这拢是历史的悲剧，这拢嘛是无读罗马书第9章到第11章对犹太人的误解。毕泽森牧师捌伫伊的册内底讲一个故事，因为伊对细汉就去上主日学，所以伊其实有迄个真深的迄个基督教的背景。当伊读小学的时阵，离因兜无偌远，大概伊讲300公尺，伊算伊的厝边啦吼，有一个恶霸叫做西塞尔吼。啊，这个人吼比伊大几个月尔，总是看起来就是比伊较大。啊，所以每一遍对伊上小学的时阵，伊拢行路去读册，就会伫半路来霸凌。彼得森牧师就讲吼，半路就来霸凌，然后霸凌就是来叫来，啊，然后来摸，来抢。他看伊裤底下有啥物货，就来摕。啊，伊去用摸几啊个月拢动落来，拢忍落来。然后每一遍去用摸的时阵，伊就开始背圣经。咱也知影伊细汉的时阵就读圣经啊，所以就开始背圣经。马太福音第5章讲，迫害你的爱祝福伊，就开始背。伊心内底就安尼忍落来，就背。然后过半年，安尼状况过半年，有一天，伊回去的路上，佮去互这个人，这个厝边的恶霸撞着，就掠掉的。伊迄时突然间就爆炸，伊是伫个册讲伊爆炸，伊安尼写，伊讲吼，我内底亲像有啥物货突然间。啪一下转去，就伫迄个时阵，我已经袂记我所记的圣经，我就来掠掉的。互我意外嘛，互伊意外是，我发现我比伊较勇，因为过去咱拢去用摸嘛吼，想讲介种吼，叫人袂堪这我来掠掉的呢，我就来。摔倒在地，啊，就掠掉伊，就坐伫伊的身躯顶头，真欢喜，真爽快。即摆轮到我，伊就凊彩我，这真正亲像毋是真的。我就用拳头摸伊的面，感觉真爽快，所以佮摸一拳，佮摸落去。这个时阵，我受的迄个基督教的教师就上身，我要目进前就来讲，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主。伊唔肯，我搁来摸，伊的面出血，伊就讲，所以伊是我第一个带信主的基督徒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彼得森牧师是用体笑家己的方式来讲这个故事。这个故事也真实回应咱的人生甲咱内心的世界。当咱互人霸凌的时阵，咱时常感觉咱真弱，其实毋是哦吼，请千万毋通想讲让人的是真弱的人。总是留迄种真弱的心态，安尼就废去啊！
因为一旦对方打落伫咱的手，有当时啊，咱搁呈现的是迄种扭曲、变态，看家己所做的啥物货拢对，自我中心的心态所展现，这拢无应该是教会甲基督徒应该有的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咱爱细字，免得家己掠做我真敖，我真对，救恩只有伫遮，无伫别个所在。免得互家己掠做事来侮辱上帝性命。咱爱会记即一项代志，咱所信的上帝是温慈佮严苛的上帝。然后咱会当做的，只是咱会当做的是敬畏伊、尊伊最大。当咱互人欺负的时阵，咱忍落来，毋是代表咱是弱者，千万爱会记即项代志。因为咱知影，咱是敬畏上帝的人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咱只有儿子的款式、温慈来款待别人，如安尼以外，别个无别个方法。做伙来祈祷。主求你怜悯阮，今仔日阮要伫礼拜中来举行会员好会。主，阮相信过去你托马介牧师来到阮中间所做见证，阮学习成绩这个稳定。虽然阮是台湾社会少数人，总是阮毋是弱者，互人欺负尔。阮知影，阮的吞忍，就是因为你的命令。求上帝帮助扶持，互阮知影敬畏你，因为敬畏你来听上帝甲听人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。